由于新歌生日35周年，今年要推出经典作品《灭旧五式》的改编版本，而且这届有一个真介大的改变，就是要收集观众朋友的故事来加入表演当中。 由人新歌成立35周年，今年要推出经典作《灭旧五式》的改编版，要透过歌声和肢体艺术探讨老祖和宗祖对生死、人情世事的智慧和道理，其中就包括大平典七、宝典解牛、漳州梦蝶等等6段经典铁盒。 创办人刘若武表示，这个作品自2017年首演以来，中间经过2019年的火灾和3年的新冠疫情，互因开始反省英国无讲世事的表演形态，毋忘对表演当中去思考人情冷暖。创办人讲，这个上重要的改变，除了表演者会开嘴讲家己的梦，也要收集观众的故事来加入表演。除了团员之外，更想听到来看的观众们，你们的这个内在的那个跟老子、庄子一样的那个蝴蝶在哪里？我们都希望能够有位这样子的观众朋友们能够上台跟悠人一起说他内在的那个蝴蝶梦是什么。另外，今年的演出也特别邀请到来自新加坡真高拍太极拳的选手田开心参与。伊讲，这和伊英国参加比赛感觉非常无同款，要安怎把这项运动甲艺术和谐结合做伙是上困难的。好像比赛中你打拳就是看你的技术有多好，可是我们做艺术的时候，我们是想说出、探讨一个内心的话题，怎么在那个太极的这个动作上面重新找到了一种新鲜感。 一种你看起来又像舞蹈又不是舞蹈，又像太极又不像太极。太极的训练要平衡精气神和身体力量，才会当有和谐的展现。在这个变化多端的世界当中，由人成果也希望透过因的表演，会当让观众静下来去思考济人生的课题。表演按9月2日开始，计共有7日，要招观众做伙来参与。记者卢尚如、谢桂林台北报道。